再来看刑事局去年锁定一个诈骗集团，因为诈骗的金额真悬，无法度伫超商的 ATM 领钱，所以就找人头设一间假公司哦，要求车手假做是公司的柜价，直接去银行提钱，计共有28人受害，轰诈去的金额有1亿2千万。穿规束的套装打关打，这个细单的车手才对银行出来要就车，警方就随冲去甲逮捕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检查不要动。刑事局去年6月接到报案，讲有诈骗集团用假投资高利润的名义，鼓吹家己投资群组，咧讲骗拢是千万起跳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诈骗集团才骗来钱，拢毋是叫人去超商的 ATM 来领，是先找人头开假公司，才叫受害者用汇款的名义把钱回来，最后才叫车手假做是柜价，去银行直接领出来。警方陆续伫北中南抓到收钱、洗钱、洗机的嫌犯等17人到案，受害者有28人，拢总共骗走1亿2千万。目前本案受害者初步统计有28个，那受害金额统计下来有1亿2千万，总共契获17个人到案。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表示，这40岁左右细单的车手真用心的打扮，做假柜价领钱，搁咧接其他诈骗集团的案。刚才伊所过手领到钱款，就超过2.5亿。专依照刑法诈欺罪、洗钱防治法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